拄啊伫病院咧治疗、接受治疗的兄弟姊妹，咱为因来祈祷。咱今仔日要唱的第一首诗歌是圣诗第25首，圣诗25首，奇妙圣名，至圣阁美丽。咱这首咱先来用第1节、第4节、甲第5节，1、4、5。亲像老人，草原土毛白，看透世上一切巧福家，伊爱神奇世界，无绝望也世。哦，罗萨那，你老上帝第5节。亲像少年，日子向前行，仰望一切福家向我不义，将你所有献出，为公理打拼。哦，罗萨那，少年上帝。当我咧准备这首诗歌的时，我感觉我有一个真心的反省，特别是对比咱最近政治上一寡分分波波，咱想起咱10年前，咱为着咱所认为的公义，咱所寄望的人，咱予伊支持，总是咱10年后，咱开始怀疑，咱迄时阵的支持是毋是，咱对公义是毋是了解甲无完全？咱所寄付的人是毋是无像咱想象？所以，咱若我靠咱家己，咱就常常有安尼的丢度，安尼的疑问呐。咱若个照安尼继续行，是毋是10年后，咱犹原啊为咱今仔日所选择的，搁来犹豫，搁来反省呢？我想咱做基督徒有一个真幸运的代志，就是咱有一个永远的上帝。伊所代表的真理是永远不变，伊的公义是永远不变，伊对咱的怜悯的应允也是永远无变的。所以咱着当到心我靠耶和华，我靠咱三位真神，继续咱行这条路。好，咱刷落来用圣诗第164首，圣诗164首。至圣的神，听阮祈祷。咱这首由原因第4、1456节。至圣的神。阮祈祷，阮正做你圣地，你的主稳定无限，请来灭定一切。第4节，求你那好救世功劳，论得情人的心，互因有力加好过子，听人念那深。第5节，求你亲像天也白来，守属恁爱平安，互你生活伫对。
天，地着福气无限。第六节，求你亲像大风吹来，我顺这的稳定，像属天的万国万民，拢会甲你敬礼。好，咱今麦要用第三首是圣诗第175首，圣诗175首新的地，新的天。咱这首来用第2甲第3节。心灵明，上帝灵，温馨心力量，心力量，新希望，我命的灵，温馨新的心，心的心，心真心，上帝影响温馨。相信歌以后有我心，好万有我心。第3节，心思上心智慧，上帝灵温馨，生如花，心起涌。我命的灵温馨，生命里新生的上帝形象温馨，自唱新歌以后万有欢喜，好万有欢喜。也尾咱来唱第399首，399首《愿上主大仁爱》。愿上主大仁爱，燃点你心内，主的听每时刻，甲你应当在，愿主愿公平着你，应主必宽待你。受你对之事，到万世代。好，咱今仔吟诗学到这。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。
伟大的君王，地甲地上的万米，拢属上主；世界甲踮伫遐的画面，嘛拢属于伊。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，将地基下伫深海。什么款人会当上上主的山？什么款人会当入伊的圣殿？就是手清气、心纯洁、无拜偶像、无随便就抓的人。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。上帝要拯救伊，宣判伊无罪。做回来念圣诗第25首，其苗姓名，至善高美丽，请徛开吟。请咱犹原徛地，作为额头来祈祷。愿你天顶的阿爸爸上帝，你是创造万米的主。愿感谢你带领阮伫这个圣殿聚集，来到你的面前，要做伙来敬拜你，要来学老称颂你的尊名。愿一切荣光拢归于你。
你是住伫阮心神内面的主，阮仰望你，愿你的慈爱施落互阮，施落慈爱互捌你的人，施落公义互心内正直的人。求你施落恩典，互阮明白你伫阮的心神的感动，也要互阮注意你对阮所讲的一切话，目的互阮受世界的扰乱来迷失，你甲听袂到你的声。伫阮心内最旺的主，求你保护阮用世间的标准，看家己做有智慧来欺骗家己，保护阮背逆上帝你的话，看轻你的旨意，保护阮用家己的标准来责备别人，保护阮照家己的意思，掠家己最重心，硬心伫自尊的骄傲。求你互阮伫逐项事趁你的旨意，经验着上帝你的慈悲甲怜悯，来军队耶稣做阮的模样，掠基督的心做心。求你互阮的心思意念，无互世情上面来所占，嘛互阮通过亲像耶稣伫旷野来找到上帝你的呼召。互阮明白世间是暂时久，着注意伫迄个永远的事。互阮知影家己的渺小，只有伊倚靠你，才会当得到保护。愿阮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，愿阮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。这时，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三角来出声。阮的基利的杯。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对你亲像伫起哩。阮的入信，听你讲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后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市，又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讲，阮的阳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请咱献开圣诗后面，启应文第32篇。这篇启应文是出自诗篇130篇。咱做伙来启应。上主啊，我对深渊求救你。上主啊，你若记得人的罪过，总是你的赦免人，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搁较迫切听候天光。以色列人就仰望上主，有救赎的大权能。做伙来念圣诗第164首，至圣的神，听阮祈祷，请徛开言。你
请坐。做伙压头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。阮有领受到圣神的引带，你是阮世世代代的愿望甲喜乐，因为你找见主耶稣做阮黑暗中的光，互阮甲耶稣基督结连来得到激励。互阮对基督的疼来得到安慰，你是永远的上帝。守你的约，甲你的改变的人，你要用慈爱甲信实来款待。阮恳求你的圣神引带阮，赐谦卑温柔的心互阮，互阮通过地牧师的正道，明白你的话，互阮通过学习你的款式，改变阮家己的自我中心。换做是用基督的耶稣的心志，互阮用家己的性命来的改变，来为耶稣做见证，互人知影你福音的大气力，因为你要互受掠的得到讨帮，互看无的搁看见，互受压迫的来得到自由。愿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阿门。三甲来共读圣经，今日经在是记载伫以赛亚书第9章第8节到第10章第4节，请咱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上主要刑罚以色列，主宣告要攻击以色列王国，这个审判要降落伫雅各的后代，所有的以法莲的人、民民甲撒玛利亚的住民拢知，毋过因要主搁骄傲讲，庄仔厝已经倒落去，我要用拍好的石顶起，生栽树已经互人拆了，我会用百香树代替，所以上主极因的敌人利神王起来攻击以色列。当有叙利亚人，西有非利士人，因拢开大喙要吞食以色列。虽然是安尼，上主的受气犹袂煞，伊的手犹伸长长要处罚因。毋过，人民无悔改，拍因的上主，嘛无祈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所以上主要将以色列头甲尾溜，漳州基甲芦苇，第一日来拢斩断。长老甲有地位人就是头。用白菜教人的先知，就是尾溜。这领袖带这子民行毋对的路，互因带的人拢受吞灭。所以主无要怜悯因的少年人，嘛无要疼惜因的孤儿、孤儿寡妇，因为所有人拢无法无天。这个嘴讲的拢是邪恶，虽然是安尼，上主的受气也袂煞，伊的手要伸长长，要处罚因。邪恶亲像火的烧，吞灭刺皮野草，火伫炎炎的树林跌倒，火熏若熏跳直直庆悬。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会大受气，土地烧甲哒哒哒，人民拢亲像吞灭人的火，甲家己的兄弟烧甲寸无半下，人民正平抢，摇咧摇，
倒边吞食，夭食袂饱。这个人拢食家己的囝儿的肉。马拉西吞以法莲，以法莲食马拉西，因联合攻击犹大。虽然是安尼，上主的手气犹袂煞，伊的手犹伸长长要处罚因。惨啊！遐个制定无义的法律，写判决书欺压我的子民的人，林白石善食人的权益，剥夺困苦人应有的公正，将寡妇做恁的男物，孤儿做恁的战利品。伫审判的日，灾难对遥远所来的时，恁要安怎？恁要对啥人求帮助？恁的财富要留给啥人？恁只有缺乏腐弱、勇敢，还是受杀害来倒伫尸体中？虽然是安尼，上主的手气犹袂煞，伊的手犹伸长长要处罚恁。愿上帝的话，互咱知影人有罪无悔改的严重。下面要请圣歌队阿萨诗班用诗歌带咱来敬拜，因要唱的诗歌是敬拜主。
时请电影牧师讲道，题目是上气怒气无停煞。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真感谢阿萨诗班早起用敬拜主这首学老的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。咱进入今日的经文读的时阵，会感觉真着惊，因为顶礼拜咱拄读到一段充满应允愿望的经文，9章1节到7节，讲有一个婴仔要赏赐予咱。今仔日马上阁转入去真强烈审判的经文。这段经文拄开始读起来，敢若是针对北国以色列雅各的家，就是北国以色列。总是咱知影，以赛亚规本的经文编辑了以后，这段经文嘛包括对南国犹大的谴责。咱读的内底拢总有4段，头前3段用第三人称，因安怎，因安怎，因安怎，因要拄着什么款的代志。但是到最后一段变做第2人称，恁，咧讲恁，所以转往犹大国。大家注意的就是，伊继续以赛亚一向迄种的真强的文学表达，将愿望甲审判放做伙，这是以赛亚真特别的一种文学的形式。伫今仔日真长的这段经文内底，咱会当看到伊有一个真清楚的结构，分做4段，因为每一段的上尾那亲像咱咧唱圣诗，有一个副歌呢。反复的副歌，refrain， 每一段读到最后拢安尼讲，上主的受气还袂煞，伊的手还伸长长，要处罚因。这段的这个表达，其实伫进前第5章26、5节已经出现过一届。今仔日用这个话做结尾，那就像副歌呢，将咱今仔日4段的诗真清楚甲结构起来吼。咱大先来看这个副歌反复的所在，伫讲起为什么犹大国要面对审判甲处罚。一开始的这个副歌的头前有加一句讲，虽然是安尼，意思就是讲，是因为这个缘故。嘛，即句来讲，头前咧讲的罪，递到后壁有这个结果。而且咧指犹大国拒绝调整伊的生活态度，来转向耶和华上主的心。根据先知以赛亚，这个上帝是可敬的、无妥协的上帝，所以伊无法度容忍伊的子民对伊的主权来藐视，所以这个缘故激发伊恶停煞的生气。这个主权的愤怒表达的方式是什么？就是讲伊的手腰伸长长，伊的手腰伸长长。这句话伫旧约圣经内底常常出现，上帝伸出伊的手，伸长长。伫出来及记的时阵，咱读到是咧讲正面的方式来表达，要拯救以色列人。伫出来及记第6章第6节，咱读到安尼讲，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我是上主，我要救恁脱离埃及人的压迫，互你免阁受，阁伫遐做因的奴隶。我要出手严严刑罚因，来救赎恁。伫遐讲，我要伸手处罚埃及人，要来救恁以色列人。以色列因为上主伸出来手，
得到救赎。但是今仔日带来救赎的这支手，却用来要对敌以色列，也就是亚伟目前的对敌者。过去决意要拯救以色列的力量，但决意要处罚以色列。旧约内底用伊的手伸长长，通常是指要讲的瘟疫、战争，还是种种的灾害。以色列有可能会当改变伊的命运，是有可能的。搁落去9章13节就讲去，你若愿意悔改，这个局势就会当扭转。以色列会当转向亚伟，来注意亚伟的临在甲伊的心意。但是先知甲咱讲，以色列已经互亚伟生气。更较可怕的就是，已经受了这么大的警告，因犹原拒绝改变，继续抵抗。所以，伫遮以赛亚用反复，咱讲一届搁一届，一届搁一届反复的形式，是要调换这个以色列人爱悔改。这种反复的风格，其实是上帝甲以色列人立约的时阵，就定定用这种方式。咱来读利未记26章，就有足好的例。伊遐讲，恁拄着这个代志，那要久唔听从我的话，我就要照恁的罪七倍责罚恁。搁落去搁讲，恁的惊大，若甲我作对，唔听从我，我就要照恁的罪降7倍的灾祸互恁。搁落去搁讲，安尼恁若要唔受教来归向我，惊大甲我作对，我嘛要甲恁作对，照恁的罪7倍打击你。所以你读利未记26章的时阵，就会读到同款的这种重复的方式，一届搁一届，伫遐警告，望调换这个以色列人会当悔改。真侪学者嘛有指出，以赛亚这段经文甲阿摩斯的4章60甲11节，嘛有对比的这种呼应的关系。阿摩斯的第4章内底嘛，一系列一届搁一届伫遐反复，伊的表达小可无共，但是咱会当听到迄种共款的、迄种呼应的声。阿摩斯安尼讲：恁要久唔归向我，上主安尼宣告，一届搁一届，拢总讲5届。换一句话讲，这是警告。以色列若无要归回，上主的生气就无要煞。当上主继续生气的时阵，灾难就要来，以色列就陷落伫危险内底。这是今仔日用这种副歌反复，一个上要紧的目的，一届搁一届警告，嘛一届搁一届带期待，你受唔受要归回悔改？这4段内底的迄个审判的内容呢，其实咱已经真熟啊。主要咧讲以色列甲伊的领导阶层，一直拢真骄傲，无负责任，所以亚伟就爱甲因处罚。咱看4段内底拢讲起这种骄傲。第9节伫遐讲，因妖自高骄傲。第10节咧，伫遐表达讲因真愚妄，拒绝承认家己的问题。伫遐用一种敢若死的方式表达讲，庄仔厝已经倒落来，我毋要用拍好的石定起。松仔树已经互人错了，我毋要用劈香树代替。我骂这句话，就是一种骄傲、真愚妄的心态。我就是要安尼，我就是要安尼。
经过我庄仔厝已经倒落去啊，我要搁用拍好的石搁顶起，我就是要安尼。到13节，伫遐讲无悔改，无要祈求上帝。人民无悔改，嘛无要祈求上帝。17节讲，遮个人，所有的人拢无法无天，喙讲的话拢是邪恶。无法无天这字真有意思，原文就是无上帝 ，godless， 心内无上帝。到最后20节到21节，就讲因为因贪心，因要互相吞食，陷落去伫毁灭性内部的斗争。伫遐讲人民正平抢，倒平吞食，逐个人拢食家己囝儿的肉。玛拿西吞以法莲，以法莲食玛拿西，因联合攻击犹大。伫遐讲兄弟彼此吞食，共类相残。所以因为这罪，这各式各样的罪，骄傲的罪，先知就伫遐讲，恁要拄着审判的后果。审判的后果是无法度躲闪的，审判一定要来。这个审判用什么形式出现呢？是用有威胁性的外国的军队的形式来。就是讲，亚伟要照应这有威胁的外国的军队，要来入侵、来攻击以色列。这咱伫第11节到12节就读到这，伫遐讲上主击因的敌人，上主要击因的敌人，有利顺王，有叙利亚人，有非利士人，要吞食以色列。而且，这受击的军队会造成什么样的苦难呢？以色列人头甲马溜拢要互斩断，头就是指长老甲有地位的人，马溜就是讲白贼话、教人的先知。咱知影，先知毋是大家拢讲上帝的话，嘛有假先知用白贼教死人。而且这个表达方式真有意思。头甲马溜，另外一个表达讲樟树枝甲芦苇，这拢是悬甲低，用悬甲低来表达隆重。头甲马溜拢要用斩断，就是表示全体拢要受到伤害。樟树枝是指生了真悬的迄个樟树的顶头的迄个树冠，芦苇是低低的这芦苇草。所以悬甲低表达全体，全体，所以全体拢要受到灾难。到最后16节到17节讲，这人民去用带唔着路，去用误导，要陷落伫悲惨的世界。伫遐讲，少年人无要互受怜悯，孤儿寡妇无要受疼惜。这较头前。以赛亚咧讲的，上主关心少年人，上主要照顾孤儿寡妇，拄拄啊是一个更较强的警告。弱势者有真侪时阵嘛会陷落伫犯罪内底，孤儿寡妇少年的嘛会。咱今日看真侪弱势者会去用洗脑，煞缀咧犯罪，陷落伫迄个罪恶的网络内底。到最后，诗人第3段用另外一个图像来表达，就是火。邪恶哪亲像火咧烧爆发，将地上所有的物件拢烧去，无人会当避免。18节到19节。另外，伊也用其他的象征来形容。咱之前已经读过1、2届，就是刺皮甲野草。代表这个土地拢趴远啊，然后呢，搁落去所讲的拢甲战争有关系。
12节讲叙利亚人要来，非利士人要来；14节讲头甲尾溜拢斩断；17节讲无怜悯，无疼惜；18节讲火要烧所有的物件，这拢指向无情的战争的行动。所以以上头前三段，第9章为第8节一直到21节，咱看见头前这三段有一个结果出来。先知将原因甲结果做一个连结。原因是啥？原因就是以色列人拒绝照耶和华命令来生活。结果是安那？结果就是外敌要来，要拄着残忍的这种处罚。以上三段有同款的主题。咱进入最后一段第4段的时阵，10章1节到4节，伊有同款的副歌做结尾，但是你咧读的时阵，你会发现伊的表达的形式，甲头前三段小可无同。这段颠倒较亲像咱进前已经读过第5章8节到23节的迄个表达。咱会记第5章时，咱读到讲惨啦、惨啦、惨啦。拢总有6个惨啊，迄个哀叹的系列，真侪学者甲咱讲，迄段甲这段其实是连做，原来是连做伙的，所以连今仔日这个惨啊，拢总变做7个惨啊，这是哀叹系列。另外一个无同的所在，我拄仔已经讲起，就是伊为这个受词对第三人称变做第二人称，所以最后这段经文。直接是咧讲恁惨啦，恁惨啦。这段来讲恁惨啊，咧指什么呢？伊特别有表达无共款的主题，特别是对遐压榨别人、家己自我中心的人，因的行为是安那来？因是通过操弄法律的程序，造成社会的北上。先知是足有眼光的人，对社会观察非常的赖。因注意到制定法律往往是这有权有势人的特权。制定法律的拢是这有权有势人，而且因拢会家己的利益来制定法律。所以制定法律这样代志。会变做讲用稳压迫的一个法律程序，弱者去用剥削，甚至是合法的，照法律的程序，那亲像是合法的。所以呢，诗人讲惨啦，来表达这个真可怕的结果。法律去用操弄，就会带来伤害。社会的破坏，最后是死亡，最后是死亡。所以到最后第3节，伫遐讲惨啦的结果。先知讲，伫审判的日，灾难对遥远的所在来的时阵，恁要怎样？恁要对啥人求帮助？恁的财富要留互什么人？而且，互咱想起2章20节到21节。迄个情景，遐有权有势的人，都爱逃亡闪避，走去墓坑内底，走去侪所在去逃闪，连因的财富拢会无去。当社会面对审判的时阵，敢若有一个社会的大转变，大逆转，大逆转。遐哪亲像合法得到？但是手段无正当的这财富，拢要无去，拢要无去。有钱有势操弄弱势者的人，要变做伫遐逃走的逃犯，陷落伫危险中间。最后一节伫遐讲，恁只有屈伫富路中间，还是受杀害倒伫尸体内底。各位兄弟，今仔日这段真长的诗，有真强的信息，审判，
要求悔改，最后拢用同款的副歌来做结尾。上帝生气还袂煞，手还伸长长。这段经文，互咱至少2项会当做伙来思考的。头一个，什么叫做自高骄傲的心态？内底咧讲起这个骄傲自高，第9节上明显，因要自高骄傲。这里的原文是讲，因要处理骄傲、处理狂妄的心。原文有迄个在，因要伫迄个心态内底，要伫骄傲的心态，要伫这种狂妄的心态内底。同款第10节2解拢讲我袂，我袂，其实原文就是讲我一定袂，硬是袂。咱讲硬是要这种的心态，真骄傲。意思讲上帝安怎警告，我拢无在意。骄傲甲这种狂妄，咱若照圣经内底这种信息，特别咱若看智慧文学诗篇，特别是诗篇内底的表达，骄傲就是指心内无上帝。敢若17节伫遐讲无法无天，就是无上帝 ，godless。智慧文学嘛，常常安尼表达。咱若看诗篇第10篇3节到4节安尼讲，歹人夸口因心内的欲望，贪心的人亵渎上主，藐视伊；歹人骄傲，心中无上帝，讲上主未追究，上主不会追究。诗篇14篇第1节安尼讲，戆人心内讲无上帝。到36篇诗篇36篇第1节，伊遐讲，做伫歹人的心内底激动，因眼中毋惊上帝。所以心内无上帝，就是骄傲的一种解释。佫有另外一种解释，骄傲甲狂妄，咱嘛会使讲心中只有家己啊，心中只有家己。心中无上帝，甲心中只有家己，这2个拢是咧讲骄傲。但是我感觉后壁即个讲心中只有家己，对咱基督徒可能佫较有意义。因为基督徒当然自认为心中有上帝啊，伊袂讲我心中无上帝。但是咱虽然敢若有心中有上帝，抑佫会活伫心中只有家己的心态。这咱用咱日常生活经验来想就知啊。咱甲其他的兄弟同工伫互动、伫对话的时阵，咱敢听会入去别人的建议、别人的意见，还是咱拢感觉家己才是对的？大概拢要坚持家己的想法，感觉家己是上重要的，家己真牛，家己所做。是拢别人拢袂当取代的，这就是心中只有家己的骄傲。智慧文学内底甲咱讲，骄傲的人就是愚妄的人，甲愚妄做对比是智慧。所以智慧文学讲你要有智慧，毋通做愚妄的人。箴言1章7节讲，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。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教示。各位兄弟，今日经文内底特别佫用头甲尾溜，樟树枝甲芦苇咧讲，拢咱全体拢伫罪内底。意思是讲，咱每一个人拢伫骄傲甲狂妄的内底，需要反省甲改变。13节伫遐讲到，唯一的出路就是愿意悔改。以色列人愿意归向上主，注意上主的临在甲目的的时阵，
上帝就要予咱新的机会。咱今仔日若知影咱家己的骄傲，咱嘛会当改变，转向上主。耶稣捌讲，即个放荡主的譬喻内底，迄个小弟本来真自我中心，对老爸仔摕到财产了就出去，开毁一切，照伊家己的爱生活。到最后，啥物拢无的时阵，就爱去饲猪，连猪咧食的物件也摕来食。迄个时阵，伊晓悟过来，咱看伊晓悟过来，就专心倒转去厝诶，来投靠伊的老爸。得到老爸接纳了后，就开始新的人生。今仔日的经文咧，咱讲对以赛亚一开始到呾有一个总结，即个骄傲的即个主题，就甲咱讲，人的自高骄傲，爱定定通过信用反省改变，才有新的机会。咱较仔要唱的圣诗，新的天、新的地内底也讲起，人若改变，就有新的品格，新的一种观点，新的一种生活，新的快乐。以赛亚书邀请咱学习对骄傲自高来改变。今日的最后一段经文，10章1节到4节嘛，真有特别的主题，在讲起遐操弄法律听书的人，因会有灾的。一开始就讲惨啦，惨啦！恁这制定不义的法律，写审判书欺压我的子民的人，剥削散赤人的权益，剥夺困苦人应该有的公正，将寡妇变做恁的拿物，将孤儿变做恁的战利品。这礼拜三，阮牧者做伙伫遐研究这段圣经的咧研习班的时阵。有同工伫遮讲啊，这段经文那像咧讲柯文哲甲伊的共犯啦，想到10年来的变化，大家人拢不胜唏嘘啦，不过我想咱毋免遐尼紧就下结论。袂当否认的是，这几个月来有遐尼侪无分党派、政治人物甲官员。拢陷落去这种涉贪图利、这弊案的风暴。上戏去成当然是顶礼拜这个金华城的弊案，互咱看到讲为伫迄个权力的关处的人陷落有限，原本要依护社会正义甲特殊的法律，竟然会当互操弄扭曲。互咱看到胆战心惊，顶礼拜足侪人拢失眠，我想甲这有真大的关系。这咱拄到的代志，互咱想起台湾的社会，其实是一个需要改变进步的社会。咱的社会久长经历几百年外来殖民的统治，那像以色列人掠去埃及做奴隶迄种经验。几百年伫埃及做奴隶，互以色列人文化甲心灵嘛扭曲。过去台湾人互外来殖民统治，心灵嘛是会扭曲。加上咱近代专制独裁的这个历史经验，虽然到最近40年中间有民主化，法制嘛有进步，但是咱基本上还阁欠缺这种社会正义、公共利益的这种价值观。咱看见有权力的人，有机会会当贪就贪，想讲佫会当刀片制裁这种真侥幸的心理。台湾需要深化民主的价值，培养公共意识、正义感，通过公民教育提升。这也互咱对先知
2000几年前的先知，竟然有遮尔来的一种见解，互咱真敬佩。先知亲像以赛亚，不断提醒咱信仰的价值甲智慧，也提醒咱信仰啊时时爱有反省的心。不管古早的犹大国，还是咱今仔日的世界，先知的声听起来有一点天真啦，敢若甲现实世界离足远的。确实，咱做基督徒，咱咧看咱的世界，理解咱的世界。要做咱的决定的时阵，咱定定嘛同款，无将上帝这个上关键的要素考虑在内。这就是咱会感觉先知的话有这么天真的原因，因为咱过头互现实世界绑掉咧。总是先知无放弃，伊继续用真有力的这种诗性的语言，要甲咱唤醒。先知甲咱讲，上主才是一切事物的核心啦。你若忽略上主，敢若考虑现实的政治，会是一种错误的判断，无法度互你有安全、福利甲喜乐。所以，咱会记得今仔日先知4界重复用伊的迄种强烈的声，甲咱讲，虽然是安尼。上主生气，还袂煞，伊的手还春长长，要处罚因，也要处罚咱。请咱注意来听先知的声，咱做伙额头来祈祷。温天听人上帝，今日通过先知以赛亚的诗、伊的歌，我来搁一届受提醒。阮拢活伫自高骄傲的心态，心中常常袂记得上帝，心中常常想着家己嘛定。恳求你，互阮有归回的心、悔改的心，愿意搁一届归向你，通过你的话语有受提醒、受反省，也互阮对今仔日生活的世界，特别阮台湾的社会。也有深的关怀，看见法律的程序受扭曲、受操弄，也互阮更较注意，用信仰的眼光来看阮的世界，关心公共的事务。愿你先知通过先知的声，成做阮的提醒，也成做阮对这个世界关心的一个角度。阮会继续。领受先知的话的时，也恳求你继续用智慧甲气力来引导阮的学习甲信仰。献上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作为来念圣诗第175首，圣诗175首，新的地，新的天，请徛开吟。
请坐。这时，咱要为下面的4项来祈祷。第一项为着咱诗班团契要伫这个新的年度来选出这个首长。第二，就是为着10月初5全教会这个一日游的备办甲报名。第三，为着中中孤儿甲这个乌克兰的战争的终止，和平的来到，来做伙祈祷，请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。这时，咱请苏院长阙家为这事带咱来做结束祈祷。至尊的特别上帝，感谢你的引带，互阮今仔日伫遮组织来领受你的话语。阮满心感恩来到你的面前，为着诗班甲团契你祈祷，因为你的恩典，互阮会当伫礼拜中透过诗班水的声音来敬拜你。阮伫团契中嘛会当互相扶持，斗阵成长。阮要特别将会长的改选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赐阮智慧，选出适合的人，带领团契甲诗班继续进步，荣耀你的名。我要感谢你，赐予阮一个美好的机会，互全教会的兄弟姊妹会当斗阵参加旅游，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，互阮彼此连结，分享你的奇妙创作。求你因带同工伫安排交通。食米、活动较安全，一切顺利。求你保守因的心，互因伫每一项准备中，拢有你的看顾。主啊，我要为着这个世界的战争甲苦难，你来呼求。主啊，你是和平的君王，敢若你会当互阮真正的和平。求你怜悯伫中东甲乌克兰受苦的人，保护因、安慰因。求你互遮个国家领袖。看到公义甲慈爱，互因知影和平才是唯一的道路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我靠主耶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这时，咱来奉献。
请大家徛起来，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请坐，请咱先开周报通知事项。9月份的这月长老是朱大庆长老。第一项报告，要伫9月11号，第礼拜3暗时7点半，要邀请史茵茵来分享台语阿母的音乐人生，欢迎兄弟来参加。第二项就是伫9月15下晡2点的时阵，要伫这个所在，要来邀请到这个叶浩副教授来分享到这个伫新学礼拜日这个主题，转型正义加时差的政治。要请这个邱老师邱凯丽助理教授来主持。第三项，伫9月13，就是这个礼拜5，这13号礼拜5暗时7点的时阵，要伫遮来这个为守护台湾来做祈祷。这内面要用泰泽祈祷的这个音乐，甲要请周尼安来分享。分享煞要来设街头祈祷。第4项就是这个大专的这个新鲜人要入去咱的这个大学，欢迎兄弟介绍因来入伫咱浙南教会学生的团契。伫这个每礼拜6暗时6点的时阵有组织甲晚餐。第5项报告就是今年区这班的这个圣经学校已经开始上课，欢迎兄弟来踊跃参加。拢总有5个班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拜六开课，其他拢是咱主日开课。请详细咱请兄弟家己看。第6项9月28拜六暗时，拜六透早9点半，要举行这个小组长训练甲座谈会，要请这个牧区的小组长甲主要同工来参加，有需要报名甲用餐伫这个网络来报名。第7项是伫9月22号，咱更正10月初5拜六7点45分甲咱下晡6点的时阵，咱全教会要做一日游，9月22号开始报名，今日开始报名，到9月22号，去的地点是咱的这个五峰旗瀑布这个所在。第8项，这个台湾新学院伫这个咱浙南教会有开4门的课，咱请有这个参加要报名参加的人，伫这个9月12号进前来报名。这课程有写伫顶悬，请咱详细家己看。团契消息。
请咱看这个啥物小组，伊下晝10點有一個華語敬拜的組織。Bravo 小組伫下晡1點要伫教育中心2樓來組織，要請王以如弟兄來做查經的分享。婦女團契伫拜二要請鄭靜英老師來鍛鍊詩歌。雙年團契伫拜五要邀請鄭陽恩牧師來分享一個主題，當今這個世界的局勢甲教會因應。第三段北韓甲南韓。禮拜六學生的團契要伫6點的時陣，要來伫這個咱教會遮考路。具體消息，侯淑仁長老伫這個8月22號下晡1點，安享主懷女婿95年，願上帝安慰厝內人甲親友。2點禮拜伫9月14號拜六早起時7點半，伫這個二濱至美一廳3樓。個別禮拜伫9月14號拜六下晡1點，伫咱本堂願主安慰遺族。教界消息甲這近期的事工組織有過，其他大多數項頂周的奉獻，請咱家己看。以上報告。這時咱要請陳牧師來介紹甲請安。咱今日有幾位來賓吼，有2位為新加坡來吼 ，Corinne 甲 Karen 為新加坡來。歡迎吼。另外一位姊妹為淡水來吼，馮清。啊，佮有張正輝兄弟吼，歡迎。啊，2項代志，請大家關心大島吼，一項就是牧師代表總會去日本考察吼，希望出入來我會當平安。啊，第二是今日本來有慈惠服侍的永德長老，吼，昨暗身體欠安，啊，緊急做不遮大的手術，啊，手術已經真順遂吼，啊，希望咱大家為着伊的復原，啊，大家做伙來祈禱，吼，啊，關心，啊，咱兄弟請咱也彼此互相請安，吼。做伙來吟聖詩399首，願主大人來。吟詩煞要來請題目書祝禱，請徛開吟。愿上帝平安，搬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，伫咱的主要所基督内面，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、生活、工作、甲服侍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
请坐。灭岛避讳，若有需要带岛的兄弟，请来到咱教会这个瓦济南路的雨伞卡，和其他的兄弟来为你祈祷。欢迎参加这个中庭的地饼会交易，